转来到厝，详细甲所听的代志讲互爸母听，坚心要去南岛拍歹人。阿婆讲：这乡里人一支喙好累累，事实敢真正是安尼？阿龙应讲：伊无代无志甲我骗要创啥？阿公阁讲：这南岛路途遐遥远，你连隔壁庄都无去过，要到南岛就搬山过岭呢。遐远的路途实在互人袂放心，莫遐硬气啦。老公婆一人一句，不管安怎cố情，少年人就是少年人，介冲动，要去就是要去，先讲就毋听。阿婆看安怎苦劝拢无效，想讲：唉，怀疑伫囡仔大汉嘛，着爱出外加行行看看咧，加捌寡代志。就讲：好啦，你若坚心要去，嘛着准备好势才出门。阿公啊是点点拢毋讲话。阿婆甲阿公休咧，两个人就去准备阿龙出外要揸的行李啊。3天后天拄拍扑啊光，阿龙行李拢穿好势，今仔日就要出门。两个老公婆当咧交代阿龙出外爱注意的代志，衫仔裤甲一寡细项物，用一条大条的包袱巾仔包包咧做一包，阁有一个草仔色的卡网，四角四角，有2条带仔，用双颈拍，顶面阁用乌色甲白色的擦，有无一3个大字写甲整齐整齐。阿公讲，这是伊少年的时四界去卖竹米丸仔在拍的，内底是因老公婆这3日准备好的竹米丸仔。讲这丸仔介要紧，吩咐阿龙一定爱好咧啊对待，枵通食，阁会有其他的路用。阿龙问这个有无一是啥物意思？阿公解说讲是，若我阁有在卖丸仔，无人敢讲伊的丸仔是第一，这个意思。毋过伤长，简单写有无一代表就好。阿龙骹蠓拍咧，包袱仔手摕咧，目刀插伫腰带，甲爸母识别，人就起行。老公婆毋甘伴阿龙做伙行，阿婆是直直交代出外爱注意的咩咩角角，喙拢无停困。阿公啊共款拢无讲话，干那知影通流目屎，一直送到庄外大路。阿龙停骹，请爸母莫阁送。3个人徛伫大路边继续话，阿婆继续甲还未交代了的继续交代，交代煞，准备要转厝，才看到阿公阁徛伫遐毋走，干那流目屎，讲：好啊啦，都毋是咧假查某囝，囡仔大汉嘛是着爱去外口看看咧。阿公这时才应：都5岁尔，啥物大汉？阿婆应讲：安尼歹看啦。阁甲阿龙讲：出门在外，不比伫厝，凡事细致，爱会晓顾家己。阿公啊，甲拖咧，就为厝转去。阿龙对大路行去，行一底啊，佫听到老爸伫远远的所在在喊：阿龙，阿龙！阮仔片头酸酸，目眶红红。毋过爱去南岛拍歹人，骹步较重，嘛着继续行。自安呢，阿龙的旅行开始咯。阿龙直直行，一直行，为透早行到中昼，搁为中昼行到要暗仔。若感觉忝，就伫树仔下骹歇，精神较好，就搁起行，
枵着食爸母传的丸仔，一直行到强要看无路，才找一个介意的所在过暝。柴火起好，树仔厝好，倒咧准备要困。看天顶满天星，金死死，煞开始思念去年的爸母，毋知因好无？毋过人也真忝，真紧就困落眠。第二天，阮仔天光就起行，共款行规日的路，行到日头落山，倒咧要困。今仔日要困的时，共款在询问爸母，阁想这路毋知阁爱行偌久，就爱找伴做阵行。有人通做伴，路呢有人通开讲，路途会较轻松，嘛有人通相照顾。第三天，阿龙共款顺大路继续行，行到一个小山仑，爬起哩无偌久，就是树林。大路趟过树林，一直去。阿龙讲：哇，遮即块路有免晒日，水啦！心内欢喜，骹步嘛轻松。行无偌久，雄雄听到一个软狗狗的声，佮注心甲听。当时啊，是有人在出声。有人无？敢是有人？有人哦！阿龙听声敲吹，看到一个人倒伫较头前的树仔骹在喊救人。阿龙三步做一步行，赶到迄个人身躯边，问讲：你是安怎？哪会倒伫遮？有要紧无？青云人应讲：我腰甲无开力通行，你敢有物件通互我指腰？有，你小等咧。阿龙紧为卡网内底摕糯米丸仔出来互食。食较慢咧，毋通zap着，才有地通互你配。茶罐仔嘛摕出来菜伫伊边啊。青云人讲一句多谢，丸仔紧接过来食，摇过头啊，食伤香，嘛是食甲杂着，一手转胸坎，一手摕茶罐仔大喙灌茶，安尼连续食4-5粒了后，吐一口大气，人嘛加真有气力，真满足的形，喙笑目笑甲阿龙讲。真努力，若毋是等着你来救，凡说我就枵死伫路边。请问阮人安怎称呼？免细字，人甲人互相斗相共是应该。我叫阿龙，请问你安怎称呼？我叫阿明，因拢叫我山顶乌狗兄。